啊，明仔载才要未解封，也毋过有真侪民众，伫咧昨昨日即个拜六礼拜，哪像已经自动来解封咯。即个高雄的新达港鱼市，都来大阵采买人潮，入口处排队的人龙探几啊百公尺长，完全拢无社交距离，都惊有疫情的风险。高雄市政府来下令，鱼市为早起的8点10分开始，先停业2天，全面来做大消毒。 入口真侪人拢咧排队，队伍差不多有几百公尺。搁行对头前看，有的人敢若袂记哩社交距离，大家拢摸甲真近。这是高雄兴达港的观光鱼市拜六礼拜状况。着惊的群主，市府赶紧要求暂时停业。兴达港滩机场自即日起进行修饰、全面清消，并进行防疫管制计划检讨改善，于完成提报市府审核通过后。 使得复业。因为疫情未解封之前，观光鱼市140档已经全部100档出来做生意，真无简单，等着希望这声搁要暂时停业。接收到通知，有的摊商早就来整理，不过嘛有淡薄无奈。安尼细细啊啦，唔像人讲哦，拢计做伙足济，袂安尼袂安尼，一定加较有损失的啦，但毋是敢若我啦。面对有可能的引起群聚，管委会嘛讲，爱做的防疫措施拢有做，会搁加强管制。 外面的客人，我们都跟他们说，尽量就是保持1.5公尺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啊，所以距离拉长，当然队伍就会排得比较长，每5分钟都有回报一次人数，控管人数，有进就有出。只是民众拢关伫厝内真久啊，嘛想要出来行行咧。不过也是要甲防疫措施做好，维持社交距离，才会使避免互疫情继续摊烧。